日嚟到易方達特約投資話咁易，今日好開心請嚟兩位嘉賓嚟到啦。今日包括香港交易所指數業務主管林嘉怡2Ling，同埋易方達香港資產管理高級策略師譚志樂 Anno 喺度嘅，歡迎。係，hello。係今日就留意到咧，易方達嘅港交所科技100指數 ETF 3456啦，創上市新高。咁今日不如就傾下當中呢一個指數以及當中嘅投資機遇啦。咁啊，首先問下2Ling先。咁其實港交所咧就喺舊年12月啦推出港交所科技100指數。咁其實因應啲咩原因咧推出呢一隻指數咧？係啊，Kobe。咁啊，港交所咧就喺上年10月9號咧正式推出呢一條港交所科技100指數啦。咁佢亦都係港交所第一條自家研發同埋編製嘅港股指數。咁所以上年咧，我哋喺推出呢個指數之前都做咗好多研究同埋探討。最主要係見到咧近年個科技創新咧都係即係由電動車電池，到AI、機械人、生物科技、創新藥等等，一路係帶領緊成個全球個經濟推動嘅一個好重要嘅動力啊！咁啊，尤其是見到喺香港市場咧，亦都見到唔同嘅呢一啲嚟自唔同領域嘅科技股啦，優質嘅企業嚟到香港上市。咁所以咧，我哋想做一條更加有代表性啦、更加覆蓋、更加全面嘅指數，去反映翻成個港股科技股嘅一個表現。咁呢個第一點啦。咁第二點咧就係我諗可能 ETF 發行商都見到，其實投資者咧而家越嚟越需求去即係想揾一啲投資工具去參與呢啲科技主題嘅投資機遇。係啦，咁我哋亦都希望透過呢一條即係港交所科技100指數啦，俾到市場一個清晰、透明、更加全面有代表性嘅index，去俾 ETF 或者其他投資產品去做個underline 去追蹤，咁啊慢慢將呢一個科技100嘅生態圈做大，咁啊吸引多啲嗰個市場嘅投資交投量啦，同埋投資者嘅參與度。係啦，咁最後咧，長遠嚟講啦，國家15嘅計劃其實都重點發展呢一個新興產業同埋未來產業。咁我哋亦都即係覺得呢個時候港交所推出一條有代表性嘅港股科技指數咧係有意義嘅。希望啲投資者諗起嘅時候，見到呢個指數嘅時候，會諗起港股啦，會諗起個科技創新同埋香港交易所同相關嘅產品咯。我諗其實觀眾下一條問題就會好奇啦，因為我哋咧熟悉嘅叫做恒生科技指數啦，其實大家可能部署科技股嘅時候就會諗起呢一個指數先嘅。咁恒生科技指數同埋我哋啱提及到嘅港交所科技100指數，其實有啲咩嘅明顯分別咧？係，咁其實喺好多唔同市場都有好多唔同指數啦，譬如美國啦，即係呢個市場都有3條，即係好有代表性嘅指數，咁有標普、有道瓊斯，亦都有呢一個納指。咁我哋嘅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數咧，佢最大分別係佢個定位同埋個設計理念。係啦，我哋就想第一就係All Tech One Index，一條指數去覆蓋更加廣泛涵蓋100隻喺港股通合乎資格嘅股票裏面嘅一啲大中盤嘅科技股啊，我哋叫。咁佢個理念係想更加全面咁去反映翻成個港股呢啲嘅科技股嘅表現啦。目前咧個指數嘅總市值咧係13萬億港元。咁喺嗰個市值分佈上面咧，可以見到呢100隻係點樣咧？有20隻股票咧，其實喺嗰個叫做1000億或以上，即係1000億到幾萬億港元嘅市值。咁大概20-30隻左右咧，係300億到1000億市值嘅公司。咁另外咧有50隻嘅成分股啦，就係一啲比較細啲嘅中型股票。咁所以你見到係個龍頭一啲大嘅龍頭科技股，同埋更加重要嘅一啲有啲成長性嘅新興嘅科技咧，都喺呢個指數裏面反映到出嚟嘅。咁另外一點咧就係佢涵蓋所謂6大個前沿科技主題係啦，亦都係除咗大家比較熟悉嘅互聯網經濟之外咧，亦都有啲比較硬件類嘅啦，就係一啲資訊科技啦。咁裡面可能涵蓋一啲譬如半導體啊、cloud 啊、一啲雲啊、data center 嘅公司，到 AI 啦、機械人啦，咁啊電動車同埋呢個智能駕駛技術嘅公司。咁同埋最重要即係亦都比較特色嘅咧，就係我哋都將一啲生物科技同埋創新藥呢啲比較新興或者科技含量比較高嘅主題公司都包括咗喺呢個指數裏邊。咁所以反映翻成個科技生態圈嗰個結構嘅。
係啦，咁最後一點咧就係、都值得一提，就係呢個指數有一個叫 fast entry，有個快速納入嘅機制。我會講叫做比較 practical 啦，可行性比較高，因為其實啱啱喺6月啦、7月都發生咗兩次 trigger 咗兩次嘅 fast entry。咁佢就係想個指數更加快、更加及時咁樣納入一啲有代表性啦、一啲新興科技龍頭喺個指數裏面。就係當個科技股佢第一日入咗呢一個港股通納入咗港股通之後咧，我哋會睇翻佢當日收市嘅市值，對翻成個科技100指數嘅成分股去做個排名。如果佢嘅市值喺35名或以前咧，佢就可以快速納入個指數，就唔使係等到下一輪嗰個指數調整先入啦。咁就相對嚟講個指數會更加快反映翻呢啲新興嘅科技龍頭指數而家個表現係點樣咯。咁係呢幾個唔同嘅地方。咁同埋 Arnold 啦，因為你哋係一間發行商咧，去推出呢一個叫做港交所科技100指數嘅 ETF 嘅。咁其實當初叫推出呢一隻3456嘅主因係啲乜嘢咧？嗱，咁其實俾投資者多一個選擇啦。啱之前有個問題，我諗再補充少少啦。有好多人會問，喂，究竟港科100即係港交所科技100指數啦，同埋恒科有啲咩分別？其實兩隻都係以追蹤科技行業為主要目的。咁但係就係個指數結構啦。啱啱講緊已經講咗就係，因為我哋呢個指數係以100隻股份為主，咁你可以納入更加多啦，同埋可能配合快速納入機制上面，會更加容易去整合。但係個指數背後嘅原理就係講緊六大領域。如果大家熟悉有睇過我哋譬如做一啲宣傳啊等等，呢六大領域包括啲咩？就係講緊人工智能啦、生物科技及製藥啦、電動車或者智能駕駛啦，當係同一樣嘢啦。同埋資訊科技就係講緊而家好興嘅硬科技，同埋講緊涉及互聯網，大家熟悉 ATMXJ 啊呢啲平台經濟，同埋機械人啦。嗱，其實講緊六大領域上面啦，你最後都係講緊呢六大領域反映啲咩？就係講緊成個唔好講中國啦，全球科技行業嘅趨勢。譬如你會有啲人會問，點解生物科技都係掛喺科技行業上面？其實你而家講緊好多生物科技公司都係應用人工智能啦、AI 等等啦，其實都係講緊同一個 theme 入邊。所以講緊簡單啲講，而家全球科技行業大家知嘅個趨勢係講緊人工智能上面，但係其實譬如呢度講緊個指數，講緊個六大領域嘅人工智能啦，即係包含喺模型上面啫。但係成個講緊真正嘅 AI 產業鏈上面啦，會係全面覆蓋。咁所以其實我諗係俾投資者多一個選擇，就係呢個指數會講緊專注於喺呢六大領域上面。但係冇話邊一忽比較重，譬如而家港股比較缺乏緊一啲機械人股份，其實唔係就係港股缺乏嘅，係有好多機械人公司上面都未上市啦，有部分可能係 A 股上市等等啦。咁嚟緊未來，如果多啲公司嚟上市之後，可能通過個快速納入機就會 list 入去，個佔比就有機會越嚟越大。咁所以其實個指數有個目標就係講可以更加好咁捕捉個科技行業啦，就係圍繞住呢六大領域嚟做投資。咁老實講，因為港股現階段市值最重嘅，都係喺翻啲互聯網行業上面，所以指數同恒科一樣，結構上面互聯網可能個佔比會比較重啲。咁但係好處咩？因為涉及六大領域，整體而言喺個分散上面會分得比較散啲，或者大家譬如上半年大家最睇好硬科技上面，硬科技佔比亦都會相對比較大啲。咁呢個會係個指數一個偏叫做短線嘅優勢。但係我哋做易方法做一啲嘅 ETF 啦。本身係鼓勵大家做一啲叫長線投資，咁長線投資上面就係講緊究竟個指數啦，或者講緊嗰個產品上面能唔能夠精準咁樣去捕捉到成個 market theme，講緊個市場嗰個觸覺焦點。咁呢個六大領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講緊，相信未來科技行業個發展趨勢啦，都係圍繞住呢六大領域。而呢六大領域有個共通點就係會好受惠成個人工智能發展。咁我好認同，其實咧叫做之前港股叫做表現比較差，大家都覺得咧就係即係硬科技嘅相關股份比較少。咁但係呢個指數叫做幫大家羅列咗比較多嘅硬科技嘅叫做相關股份啦，咁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嘅。咁但係咧，其實 Arnold 你有提及到咧，呢個指數就係涵蓋六大範圍啦，咁啊包括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及醫藥、電動車及智能駕駛、資訊科技、互聯網以及機械人嘅。咁呢六大範疇有冇話邊一個範疇你比較睇重啲啊？嗱，其實如果你係睇重或者講緊喺個指數結構，甚至啱所講，因為市值上面比較重就係互聯網啦。係。但係其實你長遠嚟講，你留意翻互聯網，雖然喺上半年係拖累恒指啦，或者拖低個市況上面嘅最主要元兇啦。咁但係其實你睇美股狀況都一樣，講緊好似微軟啊、Meta 嗰啲都係跑輸緊美股等等。咁原因其實主要個 market theme 就係市場呢段時間諗法就係講緊中意硬科技喎，覺得軟科技可能受到 AI 取代啊、替代，沙股有壓力等等。但係其實如果你諗翻踏入7月啦，啲軟件股等等又逆市升翻上嚟，所以其實我覺得你一個指數最好就係講緊 well diversified，講緊喺唔同領域上面
都有部分嘅部署喺入邊。咁其實我相信成個科技發展上面啦，呢六大領域都係講緊重要，咁只不過就係睇一個市場最新個故事嗯講啲咩啦。所以呢個分短線同長線啦。短線我哋喺2026年嘅上半年見到，哇！全世界都係硬科技。咁港股上面雖然有冇啲好核心嘅硬科技公司，但係咧硬科技、資訊科技入邊，好似講緊聯想啊呢啲一樣嗯，ASMPT 啊，或者講緊中芯啊呢一樣升好多。嗯咁但係如果我覺得你話喺短期嚟講，近期最主要嘅就係啲跌得多嗰啲互聯網要收復翻個估值，呢個就係短線走勢。但係仲有所講個產品結構個設計啦，係希望大家做長線投資。而長線投資上，我覺得特別生物科技啦、人工智能上面啦，呢啲會係覺得係整體仍然最大嘅增長亮點。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指數記住就唔係淨係集中睇死一兩樣嘅，係成個科技行業上面一個長線嘅部署嘅，先係佢真正嘅亮點。話不如兒童呢六大範疇，其實大部分咧，其實現階段可能係即係呢一啲叫做相關股份，可能嗯股價未必係一個高位度嘅，可能係嗯偏低位。嗯其實會唔會反而係個機會咧？因為叫做即係股價係低位，甚至係佢哋估值都係相對低位嘅時候，我哋做一個中長線嘅部署，其實個吸引力係大咗喎。如果用估值角度上面，的確有數據支持嘅。譬如我哋睇翻到，首先因為個指數港交所都係大約上年25年嘅12月成立啦。即係如果你睇翻港股嘅科技行業結構，你用翻恒生科技指數你去做比較，而家呢個指數反映緊成個港股個科技行業，大約係喺5年嘅平均值落一個標準差落下。咁如果對比其他股市上面啦，更加之低啲。但係我覺得最重要都係同自己個估值做比較。當你落到一個標準差落下，好多負面因素、負面想法會反映喺入邊。譬如大家熟悉嗰啲嘅互聯網科技有啲咩問內卷啊，咁咩問題，講咗半年啦，亦都跌咗唔少落啦，唔多唔少會反映在入邊。所以你做長線投資啦，除非就係個情況繼續不斷咁惡化。如果譬如我哋嚟緊8月份業績啦，就算見到盈利有個下行壓力嘅時候，係有一個可能性，市場可能反映咗。係相反地，當見到可能價格戰個情況改善啦，等就有機會有個估值修正嘅狀況。所以嗱，論長線投資價值啦，呢個估值係具一定嘅吸引力嘅。但係短線啦就好睇成個市場炒作、市場嘅氣氛上面。但係短期嚟講，點解個指數見到係 launch 咗之後有個好嘅表現啦？其中一個好核心嘅原因就係啲互聯網科技股開始回穩緊嘅狀況啦。其中一個故事就係最新一個市場講法就係講緊可能啲存儲價格太高啦，好多硬科技個估值又升到太高嘅情況下，資金有個輪動嘅狀況。咁所以我覺得要分清楚，無論 ETF 又好或者投資市場都係啦，短線同中線嘅走勢往往好大分別嘅。但係如果從中長線角度上面啦，我諗現階段考慮到港股科技股個估值水平上面啦，喺中長線投資角度上面係的確具一定嘅吸引力嘅嚇。係，其實啱提到就係呢一排叫做互聯網相關股份叫做做翻好啲，其實睇到叫做呢個指數嘅重磅股份，其實騰訊一定係即係幫到唔少啦，因為股份都6年升嘅，同埋尋日就發布咗韻月 HY3嘅基礎模型啦。其實 Arnold 你覺得無論係短線或者中長線啦，即係其實而家好明顯就係硬件同軟件股係有一個叫做即係交替嘅情況啦。咁你覺得去到幾時先會係軟件同硬件股一齊叫做一齊上升咁樣？我諗去到下一個階段嘅話，講緊譬如成個 AI 應用非常之成熟啦，見到有個明顯嘅大家都係盈利上升周期嘅情況下，可能會解決咗呢個相關嘅矛盾。但係短線啦，大家仲係圍繞住譬如睇啲龍頭公司會唔會投放多啲 capex 啦，即係資本開支啦。咁喺個投放資本開支嘅時候，就佢哋買硬科技嗰啲相關設備上面。咁喺呢個過程上面咧，係容兩極化，即係一邊 OK 就會有一邊，即係簡單啲，一邊俾錢就一邊收錢。咁收錢嗰時候開心啲嘅，短線總會咁諗。但係記住，講緊當你拉到一個真正長線投資嘅時候啦，譬如大家熟悉嘅互聯網科技上面，譬如大家熟悉龍頭阿里啊、騰訊呢啲啦，其實佢哋都係圍繞住 AI 行業。當啲 AI agent 用得越嚟越多 token 嘅時候，咁市場如果消化咗 token 減價戰啦，或者講緊做 token 嘅股本回報率 ROI 喺個業績上面顯示到，其實都有個唔錯嘅自由現金流。咁市場嘅諗法又可能會改變。所以我覺得其實雖然現階段兩者就見到有個好明顯嘅 negative correlation，即係喺2026年嘅上半年，但係長遠 long term，因為佢哋都係喺個 AI industry 上面啦，未必長期有咁嘅關聯。咁但係轉捩點啦，我相信就係其實我諗道理上都好清晰嘅。其實當呢啲公司嘅盈利前景係樂觀咗啦，咁咪會可能會一齊升咯。會唔會出現一個狀況就係講緊調翻轉？大家覺得硬件嘅超級週期結束咗，跟住到軟件行業有個爆發性盈利上升啦。老實講，呢個故事暫時嚟講，市場未畫到出嚟。咁我哋都唔會建議大家去做太多預判，因為始終呢個係而家市場上面最熱
門嘅一個行業，變化好大嘅。咁我覺得暫時嚟講就唔好諗定，就係講緊 correlation 呢一方面。相反地，呢個指數個優勢係啲咩？就係只要個成個科技行業仍然係向緊正面嗰方面發展啦，佢就能夠受惠其中咯。好啊，今日問埋二拎啦，即係啱啱我哋提及到個指數咧，就涵蓋6大範圍啦。咁實際上其實係指數方面係點樣選股咧？同埋要符合啲咩條件先會被納入指數咧？係咁呢個港交所科技100指數，佢係採取一個我哋叫 rule-based 嘅選股方法，係嘛？就係規則化嘅，亦都係 ETF track 指數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因素。最緊要係個低成本同埋冇太多即係主觀因素落去揀股或者 time the market，咁亦都做到頭先阿諾提嘅嗰種產業輪動嗰個 cycle 嘅目標。咁首先咧就係我哋會睇下嗰啲股票係咪符合港股通交易資格。咁呢個都重要嘅就係我哋講緊就係個資金來源係嘛？喺有呢個港股通嘅資金渠道，亦都 make sure 就係話呢個 ETF 第日係合乎資格入嗰個ETF 嘅互聯互通啦，亦都係可以適合喺內地再發更加多嘅 ETF 產品咁樣嘅。咁做咗嗰個港股通嘅交易資格嘅，即係達到咗呢個目標之後咧，我哋就落到去一個行業或者板塊嘅篩選啦，亦都係頭先一路都提嘅6大行業。咁首先我哋會做一個行業板塊嘅挑選先，咁就會主力一定係睇返就係科技啦，咁之後有醫療啦、工業、消費同埋呢一個金融呢五大個行業板塊裡面，再去挑選嗰啲股票咧，佢嘅主營業務係同頭先我哋講嘅6大科技主題相關嘅，係啦嘅公司出嚟。咁呢度值得一提咧，就係港交所上市第18A 章嘅生物科技公司啦，同埋18C 章嘅特專科技企業咧，亦都係合乎呢一個指數嘅資格嘅，係啦。咁一般嚟講，我哋做咗呢個行業同埋科技主題嘅篩選之後咧，我哋就會再落一啲我哋再睇翻一啲要求，例如上市有冇達到6個月啦。咁另外我哋都會有翻個流動性嘅篩選，咁就話講緊個股票佢過往6個月嘅日均成交額。唔好低過2000萬港紙嚇，或者唔係排名最後嗰10%嚇。如果係中咗咧，都會被踢走。咁另外第3點咧就比較重要，我哋叫基本面嘅篩選，一個 fundamental 嘅 screening。咁就係睇翻，因為科技股我哋都想揀翻一啲真係頭先阿諾有講到 capex，咁我哋就睇呢一個 R&D expense，都係想睇翻佢有冇研發開支。個佔比，咁啊，我哋睇緊過往2年嘅財政年度，嗰間公司佢個R&D expense to sales 唔好低過3%，咁同埋咧個 sales growth 即係按年嘅銷售增幅啦，就低過5%嚇。如果都低過嘅咧，我哋都會踢走呢啲嘅股票嘅。係啦，咁最後啦，咁頭先講嗰個基本面咧，就會18A 同埋18C 嘅公司就豁免啦。咁最後就會做翻一個1年嘅日均市值排名，咁最高嘅100隻股票咧就會納入做呢個成分股。咁頭先亦都有問到啦，Kobe 問到嗰個定期調整啊，咁就佢呢個指數咧，而家係講緊每半年會調整一次。我哋會做個 review 啦，咁喺6月同12月會生效。咁所以啱啱上個月6月嘅15咧都做咗第一次嘅 review，我哋換咗7隻股票，係啦。除咗定期調整之外咧，之前亦都有提到呢個指數有一啲快速納入，都算係一啲臨時調整。咁啊你剛才提到啦，亦都換咗7隻股票之後咧，我哋亦都有中咗2次嘅快速納入，咁分別都前後加咗4隻股票。咁所以呢個指數咧，雖然我哋叫港交所科技100指數，但係而家目前係有104隻股票嘅，係啦。咁就希望將個指數嘅代表性啦，同埋佢更加及時去反映翻而家當前呢個港股科技股嘅表現咯。另外想問下咧，成分股嘅權重又點樣設定嘅咧？同埋有冇設有單股票嘅權重上限？有嘅。咁呢個指數佢個權重設定咧，其實都同市面一般嘅指數係一樣，即係我哋都係 industry 噶啦。咁就係流通市值加權。
係啦，咁亦都個股上限咧就設咗喺12%。咁一般我哋見到即係市面上嘅指數都係或者 ETF 啦，個股上限我哋都見到係8至15%。咁所以我哋 set 喺12咧，就係做翻個平衡，想攞翻個代表性同埋分散度，權衡翻呢個考慮嘅。咁就目前而家係12%。咁頭先阿 Kobe 你提到嘅最大啊，騰訊嗰啲咧都會 cap 咗係12%。係啦，咁如果睇翻權重方面咧，都可以同大家講一講。目前嚟講個行業分佈啦，最主要咧嚟自資訊科技咧，權重佔咗50%，超過50%嘅股票都喺我哋叫做 IT 呢一個行業裡面啦。咁另外大概2成咧就係醫療，咁都係一啲生物biotech 啦，同埋一啲創新藥嘅公司。咁啊，大概係2成左右咧，亦都係頭先啱我提到嘅一啲互聯網平台公司。咁而家主要係咁樣嘅一個分佈咯。好啊，咁另外問下阿 Anno，因為其實咧，我見其實觀眾咧普遍對於呢一個6大科技範疇其實都好有興趣，即係我見平時咧觀眾都會有一啲個股嘅問題咁樣嘅。咁其實作為一個叫做即係可能係普通嘅投資者咧，其實係咪建議可能買入 ETF 嗰個叫做情況好啲咧？因為始終其實你買入個別嘅股份，可能有一個個股風險，或者其實觀眾嘅選股能力未必係咁勁啊嘛。嗱，我覺得選股能力向來都係好難嘅事嚟，就算基金經理都唔會話保證100%揀中啲股份做到啲咩等等。但係通過 ETF 特別呢啲種叫做被動型嘅資產跟成個指數嗰種啦，咁好處係啲咩？真係會講緊分散到投資，你可以好有效咁避開個股風險。咁但係你能夠避開個股風險啫，你避唔到系統性風險嘅。2026年上半年個港股差就係經歷緊一啲系統，包括咗內卷啦、價格戰啦等等呢啲相關嘅因素喺度。嗱，但係我諗個股風險 ETF 通常你講緊特別考慮到100隻指數啦，學術上都係講30隻以上其實已經夠㗎啦。咁你一定係好有效對到個股風險。簡單啲，任何一隻公司突然間好似近期嗰啲快手嗰啲相關消息，你都唔知係好係壞嘅，突然間俾人減持就唔會喺個指數上面有啲好明顯嘅影響。但係其實我諗你買呢隻 ETF 啦，或者呢類型嘅產品上面啦，你主要真係睇成個系統性風險，或者講緊個系統個市場發生緊啲咩事。咁當講緊港股個科技行業個盈利前景突然間向上調啦，有一個新故事出嚟啦。咁當然喺以往經驗上面，恒科又好，或者我相信港交所100指數，你同啲歷史數據上面顯示到係有個強效嘅彈性嘅，反彈起上嚟嘅時候都會比港股彈得比較多。但係個故事啦，可能真係講緊要放長線釣大魚等等嘅形式，包括市場要去消化緊啲內卷啊嗰啲相關嘅問題，甚至見到個宏觀經濟面真係有啲明顯改善啦。可能中美關係有各方面唔同嘅因素、不明朗因素開始淡化緊，先有條件由個股就係啱啱講由個低嘅水平開始向上修正。咁所以我覺得留意翻啦，我諗個股風險無論係呢啲我哋呢隻嘅3、4、5、6啦，或者講緊好多指數類型嘅，通常你通過分散投資係能夠對沖到個股風險。咁但係現階段港股面對住好多都唔係講緊個股嘅問題為主。咁主要都真係講緊成個市場可能要時間適應啦，適應個喺個價格戰啦，或者講緊中國喺 AI 市場上面嗰個最新嘅定位上面。但係其實如果你睇翻市場上面咧，G2都係基本共識，即係喺成個 AI 嘅發展上面都係以翻美國同中國為主。我哋易方達上面啦，都係講緊成個 AI 行業投資，我哋嘅睇法都係講緊中美都係兩個都有各自嘅優點嘅。美國有最先進嘅半導體芯片等等，中國有比較強嘅算力啦。平嘅基礎建設啦、原材料 PCB 等等啦，咁呢個會係個優勢。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係降有效個股風險啦，ETF 能夠做到。咁但係我哋睇真係講緊真係能夠升上去啦，某程度上都要成個宏觀經濟配合先至能夠做得到嘅。即係反而係一個中長線嘅部署啦。咁但係問多少少，譬如係即係平時操作方面嘅問題啦。因為其實咧，投資者可能會喺度諗，究竟注碼方面應該點樣去做咧？係咪等叫做個即係譬如係現階段港股面對嘅因素可能有啲修正，甚至係相關嘅科技股份出嘅業績有好轉嘅時候，我哋再加大注碼。嗱，注碼上面咧，其實好難答幾時買幾好嘅，但係最理想嘅係低位去買啦。但係基本上，無論基金經理又啱啱所講啦，其實冇人會知道個實質方法係點。咁我覺得當大家唔明白幾時係注碼，但係啱啱講緊個重要嘅投資教育係做長線投資嘅時候啦，一個最主流適合大家聽過嘅方法就係講分注收集、月供啊等等嘅形式嚟去做操作啦，未必係一定壞事。但係我諗唯一補充一點，究竟咩係所謂嘅長線啊？我諗你話講緊真正啱啱提及到，如果個賣點係講緊估值低啦，要時間收值啦，
所謂嘅長線都起碼要1年以上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係喺注碼上面係唔清楚點做部署嘅時候啦，考慮到港股現階段嘅氣氛又唔係即刻馬上好轉，又係即刻啲故事180度轉變等等，可能用一個分注收窄嘅機會係一個唔錯嘅考慮方法，起碼可以有效咁降低翻你個買入風險。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易方大港交所科技100指數345啦，咁啊放落觀察名單，咁啊或者做一個中長線嘅部署啦。咁另外啦，除咗港股科技相關股咧係備受關注之外咧，其實外圍譬如係亞洲方面嘅半導體市場，其實大家都關注嘅，尤其係咧，即係上個禮拜據報 Meta 就出手算力啦，咁市場就開始有好多叫做鬼股出嚟啦，咁啊就大家憂慮呢一個 AI 產能過剩啦，同埋即係最新三星電子出咗份業績啦，咁其實已經係好好噶啦，但係始終咧，即係市場都覺得未夠好，咁見到其實韓股方面咧，其實而家就跌緊㗎啦，咁啊包括傳儲孖寶啦，都跌幅顯著嘅。咁問下阿龍啦，其實今次叫做即係亞洲半導體相關嘅叫做消息咧，即係你覺得需唔需要特別去關注或者擔心咧？嗱，我諗講緊由 Meta 引申個故事係啲咩啦？Meta 出售算力啦，咁其實一直支持緊，譬如我哋嘅3486亞洲半導體做得好，其中一個賣點我都講過係，譬如 Meta 啦、微軟啦，甚至講緊阿里巴巴、騰訊呢啲，都不斷咁加大個資本開支。咁佢哋加大資本開支咩？就係買芯片、加大個算力等等。咁呢個嘅強大嘅資本開支啦，導致到就係講緊啲硬科技個估值不斷向上，你就覺得未來2-3年有啲好充足啊、滿嘅訂單等等。譬如三星、海力士啦，大家一定睇過好多消息講緊，喂，到2027年啲訂單都落成晒，嗰啲 HBM3、HBM4已經講緊賣到七七八八等等。嗱，所以你要留意一點啦，當市場一直有呢啲消息啦，你而家睇最新三星份業績一出嚟嘅時候，講緊話好好過預期喎。但係跌係咪因為市場唔收貨？其實唔係，講緊業績上面好多市場反映緊，市場關注緊係最新個故事係啲咩？咁而最新嘅故事就係講緊 Meta 出售算力啦。市場擔心就係講，喂，當佢都要出售算力嘅時候啦，咁仲需唔需要增加資本開支？嗱，我覺得再進一步上調資本開支個可能性啦，的確有機會出現變數。呢個成為一個短線調整嘅因素，就代唔代表住講緊嚟緊未來個資本開支見頂，甚至要縮個投資啦？我覺得兩回事嚟嘅。Meta 講緊出售算力啦，其中一個原因，第一方面佢會參考 XAI 佢哋買算力啦，第二方面就係講同佢哋旗下個模型受唔受歡迎程度係有一定嘅關聯性。咁所以我覺得短線形成咗叫偏一啲叫調整藉口多啲啦。咁我覺得正啱所講，唔會長期淨係齋升硬科技。你見到啲資金都係輪動喺硬科技同軟科技中間啦，起碼有一個說服力嘅點就係講緊啲資金都係對成個 AI 行業發展係有信心。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市面上多數都係講唔係講 AI 泡沫嘅，係講 AI 鬼故事嘅。咁所以我覺得你話短線特別，如果你係圍繞住硬科技面對住啲咩，你諗下自己咩倉位買先。如果你高位揸住嘅，你要諗下自己承唔承擔到，因為咁即係今年升咗咁多啦。譬如我哋3456就亞洲半導體，如果你睇佢追蹤個指數上面啦，Selective 亞洲精選指數上面啦，淨係今年2026年上半年已經升咗90幾個%啦。咁哇，短線可能會回調住一定嘅調整風險，你能唔能夠承擔到先？咁如果你可以通過分注收集嘅策略上面，你可以考慮，甚至就係講平咗喎，去買等等。咁大前提真係始終講緊個 AI 個故事仍然疏啦。咁其實我哋睇啦，最終唔係關注個資本開支嘅，最主要就係個市場上面有冇一個足夠嘅 token 使用啦，即係大家係咪用更加多嘅 AI agent 等等。咁而呢方面嚟講，有冇一個實際嘅數據上面啦，支持緊，哇！大家用少咗，咁所以我覺得短線偏向係睇一個叫做深度調整多啲。咁反而其實投資者如果未曾叫做買入相關嘅股份，甚至 ETF 嘅話，其實可以俾少少耐性，可能今次嘅回調可能會回調多一陣。同埋做多少少補充，我諗如果譬如啱啱講緊就係成個行業啦，但係如果你係對於3486嚟講，根本就係集中海力士，唔會就係集中三星，甚至我哋入邊冇三星添啦，即係我哋唔會就係集中單一嘅相關股份喺度。咁相反地，當然佢都會跟住調整啦，因為海力士之前升得多，喺前幾段時間甚至係講緊睇個 ETF 上面持倉比較重嘅股份嚟添。咁所以短線佢近期從個高位上都一樣有調整勢頭喺度，但係你會留意翻個好處係啲咩？就係當回調嘅時候，個風險啦，相對地冇咁大。我覺得好處係咩？始終講緊都係分散緊投資啦。除咗講緊韓國之外，仲有日本市場啦，有中國台灣市場啦，甚至中國最先進中芯啊嗰類型嘅半導體上面，我相信只要成個 AI 超級周期仍然喺度嘅情況下啦，呢類型半導體嘅公司至多都係講緊，可能講緊個波動性比較大，個回撤風險可能會大少少。咁但係好處係啲咩？始終講緊就係個客，呢個就係客戶比率啦。即係你講緊短線嚟講，成個市場調整嘅時候，佢個抗跌力會相對地好少少。咁但係呢個就好睇你注碼上面點樣去控制啦。
如果你個注碼上面喺好高位，市場最高情緒嘅時候，先追晒上去嘅時候，你都要小心啲，都會有一定嘅風險喺入邊嘅。咁啊，Arnold 就派定心丸啦，就係呢個 AI 故事未完嘅，咁反而可能呢一排就係回調嘅階段，咁啊觀眾就可能可以趁機會做翻嗰種長線儲貨啦，等叫做股價回穩嘅話，咁啊3486係其中一個選擇啦。今日同兩位傾到嚟呢一度先，最後問翻兩位有冇持有以上提及過嘅相關權益咧？持有嘅。好，唔該晒兩位，咁我哋下次嘅易方達特約嘅投資話咁易再同大家見面，拜拜。